到过日子就是50岁一定爱食肉粽，毋过伫家己有一种真特殊的食法，就是甲肉粽摕来煎。食过人讲外口脆脆，内面 QQ， 口感真特别。甲肉粽透开，切做一块一块，用油落去煎，等煎到表面赤赤的时阵，搁甲卵倒落去，一盘煎肉粽就完成啊。感觉不像肉粽，又很像那个大肠下去煎一煎这样吃，那样蛮特别的，蛮特别。阮是同州人嘛，啊，阮小时候算是大人北的，啊北的较早无冰箱嘛，拢爱放一工两工安尼嘛，是大人就煎肉粽还食。除了甲肉粽切块落去煎以外，嘛有店家是甲规粒肉粽片片落去煎，家己市内就有早顿店是安尼煎肉粽。人客讲毋捌伫别位食过这种煎肉粽。颠覆传统，咸香够味。像迄阵啊，就是吼，我咧做生意啊无用，啊包肉粽包足济，啊阮囝拢阮无法度煮互食，伊就拢摕肉粽落来吹，啊吹囡仔人毋知影，拢就讲外口啊甜软软吼，就感觉讲有熟啊，结果内底种拢无熟，伊就拿来甲煎。6月22就是5月节，民众拢会包肉粽，也是买肉粽来过节。即马卖肉粽的档啊，逐工拢真无闲，也若家己地区特殊的煎肉粽，嘛互传统的肉粽有无共的滋味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